今次我去拱北氹仔3日2夜，試住拱北新酒店，介紹新開業人氣商場，究竟有咩食有咩行。夜遊下灣夜市，去咗好受香港人歡迎嘅太皇宮仲泰式按摩，跟住轉去氹仔，一生第一次咁豪住4季酒店。呢條片分享俾大家知。去珠海除咗搭金巴，都可以搭船。由香港出發去九洲港，可以喺上環港澳碼頭或者尖沙咀中港碼頭上船。成人單程普通等票價200蚊，船程大約70分鐘。如果撞啱假期想去珠海玩，又怕港珠澳過關多人，搭船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去九洲港嘅船係有劃位，大家要注意座位編號顯示喺前排座位嘅背面，或者喺嗰排凳嘅手柄位。上船嗰陣時，好多朋友都坐錯位。九洲港距離拱北口岸大約15分鐘車程，我哋嘅酒店就喺拱北口岸隔離。嚟拱北，首先我會住呢間5星級酒店拱北海悅酒店，我仲嚟埋一間全新開業嘅江合匯商場，裏邊有好多食肆，不特止，仲有啲小朋友好啱玩嘅地方。睇我呢條片介紹俾大家知。珠海拱北海悅酒店喺今年2月先至開業，酒店地理位置絕佳，步行5分鐘就到拱北口岸，去澳門超方便。辦理入住手續嘅大堂喺16樓，大堂嘅裝修輕奢簡潔，樓底高，景觀非常開揚。大堂有一種空中庭園嘅感覺，尤其係呢一個位置，可以俾大家好超咁坐喺度睇晒拱北口岸嘅風景。大堂走廊食早餐嘅咖啡廳同享悅中菜廳都喺呢一層。酒店嘅健身中心喺15樓，裏邊有24小時嘅健身房，設備新又齊全，仲有桑拿房同蒸氣房，當然唔少得室內恆溫泳池。喺泳池旁邊仲有大水泡可以租用。客房喺17至29樓。每間房嘅面積最細都有450平方尺。我哋今次就住標準大床房，980蚊包雙人早餐。房間面積好大，景觀高居臨下，可以望晒成個拱北市區。珠海城規站就喺呢一個位置，步行大概10分鐘就到。酒店隔離就係今年5月底先至開業嘅江合匯商場，距離拱北口岸最近嘅大型商場。商場地下有停車場，適合港車北上嘅朋友停車。江合匯樓高6層，5樓有電影院，大部分嘅食肆都係4至6樓。除咗食肆，仲有影樓，當然有賣衫、賣日用品、按摩、理髮等等嘅店鋪。首先，最吸引大家嘅當然係2樓嘅盒馬先生。聽講呢一間係全珠海最大嘅分店。另一間就係1樓嘅九食山，話晒係近期喺深圳非常有人氣嘅零食烘焙專門店，仲要係珠海嘅第1間分店，唔怪得人頭湧湧。食肆方面有幾間國內出名嘅連鎖店，好似客語、百合里、
有米足料。探魚之外，仲有台灣滷肉飯、江西菜、港式茶餐廳、回轉壽司、甜品、糖水，乜嘢都有。我諗實有一間啱大家食。喺4樓仲有美食廣場，大約有10幾間唔同口味嘅食店。我去嗰日係星期六，間間食肆都大排長龍。我哋見到希美潮果有位，就食呢一間。可能天氣熱，我哋冇咩胃口，2個人只係叫咗3樣嘢，埋單74蚊。食物份量好充足，味道又好又抵食。呢個商場仲有好多地方適合小朋友玩。希鴨圖兒童創藝手工房就喺3樓，雖然店鋪嘅面積唔算好大，希鴨圖最受小朋友歡迎嘅撈金魚、餵小動物、猜陶泥、蛇滑梯呢度都有。如果單次收費就88蚊，一大一小入場，可以玩足成日。喺希鴨圖隔離就係呢一間電玩樂園，最啱小朋友嚟放電。江合匯成個商場嘅冷氣都好充足，唔似其他國內商場咁熱。呢度又多嘢食，好啱香港嘅朋友嚟行。到咗夜晚黑，我哋就由酒店搭網約車，大概6分鐘就去到下灣夜市行下。下灣夜市每晚大概9點半開始，營業至凌晨3、4點。雖然大部分食肆都要坐喺路邊進食，好似大排檔咁，不過都吸引好多朋友嚟食。呢度有地道小食、潮州菜、海鮮、打邊爐，好多唔同口味。不過我就好怕熱，今次我就齋行唔食，留返秋冬嘅時候先嚟幫襯過。第2日我哋就喺大堂嘅咖啡廳食早餐。咖啡廳嘅面積好大，座位非常充足，食物嘅款式好多，味道仲好有水準。即磨咖啡唔使自己沖，同職員講，佢哋就會幫你沖兼送埋俾你。我自己就幾鍾意呢一間酒店，佢又新，房間又大，早餐真係好豐富。隔離仲有一個大商場，仲要咁近關口，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嚟試下。食完早餐，我哋行10分鐘就去到太皇宮做泰式按摩，100分鐘雙人538蚊人民幣。太皇宮喺珠海有2間分店，呢一間就近江合匯，好多香港朋友都嚟過。口碑唔錯，店內環境舒適，地方乾淨，師傅手勢好好。做完按摩仲有糖水同埋雞蛋請我哋食，臨走仲送埋蚊怕水俾我哋。今次真係又食又拎。做完按摩，我哋就經拱北再去澳門，經過拱北口岸購物廣場就見到老鄉雞，唔使等位。我哋又好似好耐冇食過，仲聽到店員講呢一間分店啱啱開業。我哋就試下佢同其他分店有冇唔同，性價比係咪仲係咁高？店內環境企理，食物款式仍然有咁多，價格都係咁平。我哋叫咗成枱嘢，埋單都係82蚊，
味道符合預期，性價比仍然咁高。話咁快就嚟到澳門嘅氹仔，話晒係人生第一次住4季酒店，一定要慢慢欣賞下呢間酒店先得。坐喺呢個有10米高嘅大堂等 check in， 真係夠晒氣派。原來喺氹仔咁多間5星級酒店，只有4季酒店係不設賭場，佢係迎合鍾意享受寧靜嘅旅客。今次我好好彩，因為公司抽獎中咗獎，我先有機會住4季酒店。如果自己俾錢，我就唔捨得啦。今次我住呢一間房好犀利，叫做專櫃客房，有成800平方尺。房間嘅佈置係沿用咗歐洲復古嘅設計，衛生間同浴室用晒大理石，相當重本。酒店仲送咗迎賓小食，房間仲有佈置好 sweet。後來我發現枕頭都有佢哋嘅 logo。酒店雖然已經開業差唔多10年，不過整體嘅保養相當好。酒店設施當然有24小時嘅健身室，地方都好大，設備都好齊全。仲有一間房係專門俾你做瑜伽。泳池就只有戶外泳池同埋兒童嬉水池，不過可能天氣唔好，佢哋冇開，我影唔到，有啲可惜。早餐就喺明思餐廳，餐廳嘅環境比較寧靜，地方闊落，食物嘅款式好豐富，好味就唔使講。有部分菜式冇諗過喺早餐度出現，我食下食下，仲以為自己食緊自助晚餐添。今次真係要好多謝公司送咗呢一晚房俾我，令我有機會住一次4季酒店，可以大開眼界。離開澳門前入埋賭場，碰埋運氣就搭船返香港。今次3日2夜珠海入澳門走，分享咗2間唔同風格嘅酒店，介紹咗新商場俾大家知。嚟緊仲會去其他地方，大家記得繼續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啊！